今年2月这温度真悬，所以中南部龙眼甲奶子花是开无到3成，就影响到蜜的产量。云林有农民表示讲，这用过7天会当收到的蜜，即马就要等10天才收有，而且这产量阁是原本的1/3，也就是讲这成本恐惊全部了去。攀农以顺时攀上，原本过去5天到7天就会当收蜜一解，但今年受到龙眼和奶子开花无到3成。 攀采蜜的时间延长，但所采蜜量嘛比往年少真多。我们以前就是去山上的时候，200多箱蜜蜂，我们就可以采1到5天就可以采900公斤的蜂蜜，但现在就是比较少，就是差不多10天左右才有办法采300公斤那边。有攀农表示，因为2月份气候热，加上无什么雨水，导致花开了少。 连带嘛影响到攀采蜜，但真侪攀农为着饲攀，阁需要负担饲糖的成本。今年若无收成，恐惊会损失惨重。我们采不到蜂蜜，蜜蜂就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就必须喂糖给它吃，这样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成本也会增加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已经有通报到农业部去。那农业部现在召开专家会议以后，才会责成是否会开放天然灾害的救助的部分。攀农表示，近期全国各地攀农 拢传出采袂到蜜的情形，有诶阁载着攀箱到南部采蜜，但收成甚至连1/3拢无。加上糖包一包要开1600块的成本，希望农政单位会当针对攀农采收的状况做评估，启动相关的救助。记者用为报道。